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。弯曲的心你要远离，弯曲的事你要躲避，义人的路好像晨曦，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。弯曲的心你要远离，弯曲的事你要躲避，义人的路好像晨曦，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新年恭喜！伫旧历过年时，大家嘛见面，就拢会互相祝福，福马临门，马上有钱，马上幸福等等。过年时嘛真侪风俗，嘛拢是望新的一年会通得到祝福。今仔日咱要读的经文内面有足侪上帝要互人的祝福，爱真足听，看安怎才会得到祝福。诗篇112篇是一首俄罗的诗，俄罗上主对敬畏伊的人的祝福，嘛是一首智慧的诗，教世人人生安怎经营，才会得到福气。诗篇112篇甲111篇内容是前后对应。111篇称赞上主的作为，宣告上主至权的荣耀。112篇称赞上主对敬畏伊的人种种的祝福，伫人心中反映上主的荣耀。两篇会当讲是一脉相承。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。第一节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敬畏上主，深深意爱伊诫命的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头一节就讲到重点，咱爱做一个敬畏主，佮深深意爱伊诫命的人。则讲是深深意爱上主的命令。伫国语版讲甚喜爱，表示毋是被强迫的，是心甘情愿，佮欢喜尊叹的，真正有福气。咱伫读生命记的时阵，牧师讲，咱爱听神活入，这是进入应许得到祝福的根本。第二节，因的子孙伫以色列地一定强盛，正直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。伫出埃及记20章第6节，听我守我诫命的，我要因施恩，互因直到千代。毋但咱家己得到福气，佮延续到后代。第三节，因的家充满财富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伫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8节，上帝互咱逐项充足，毋但家己教业，
阁会当做逐项好事，是咱着爱做金钱的好管家，毋通互金钱捆绑。第4节，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在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公义、慈爱、怜悯，拢是上帝的性情。咱是甲上帝的性情有分合，爱活出上帝的性情，反映上帝的形象。上帝要伫黑暗中光照引带咱的脚步。第5节，慷慨借人，搁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，即款人事事顺利。上帝祝福咱，毋是为着要满足咱个人的需要，乃是爱咱嘛诚做祝福人的管道，去祝福别人。上帝做互咱，咱就爱做互人。第6节，义人绝对袂失败，因永远互人笑脸。好学本讲，永袂摇带，就是讲，伫世界的潮流中，会当不随波逐流，永袂摇带。即款徛在的性命，实在是真宝贵。第7节，歹消息，因拢毋惊，因为心坚定，倚靠上主。人是真容易受惊吓的，一份健康检查的报告，股票会起起落落等等，人就心惊吓，心肝惊吓，失去平安。但是上帝赐福义人，是无受摇带的真平安，这真正是上大的祝福。第8节，因的心自在，拢袂惊吓，最后会看到对敌，互上主拍败。义人内心坚定，无烦恼，无惊吓，毋惊恶势力，因为上帝的公义甲保护永远坚定。恶人的计谋，伫伊的身上无权、无份、无地位。第9节，因慷慨真济善车人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，因的头会当压悬，受人尊敬。倚靠上帝行好的人，愈互人得到愈多，上帝嘛要高举伊，互伊大有荣耀。第10节，歹人看了大生气，假牙切起，望拢无去，歹人的心愿拢落空。即节对歹人的描写真有画面，大生气，搁假牙切起，真亲像以早看神奇宝贝卡通内底的歹人火箭队。伫最后，互人拍飞出去的时，拢会讲一句"好讨厌的感觉啊"。这就是歹人的道路，拄啊好甲头前9节是颠倒的。伊可能比义人搁较有钱有势，总是买袂着迄份真实无摇带的安全感，一生的追求拢要落空。读完112篇，是毋是互咱感觉亲像童话故事内底完美的结局？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，互人心情真爽快。那安尼，安怎才是好人？伫第1节讲，好人是敬畏上主，深深意爱伊诫命的。伫第4节讲，好人是有恩惠、有怜悯、有公义，也就是会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
会反映上帝的形象的。安尼，啥物是好报？第一是富足。伫第3节，因的家内充满财富，这是属地物质方面的报赏。第二，会通互人。伫第9节，因慷慨真济善车人，互人会比甲人摕的搁较有福气，会愈互人得到愈多。第3，袂惊吓。伫第7节甲第8节，讲到好人在世嘛可能会受苦，但是因的心坚定，倚靠上主，因的心就自在，拢袂惊吓。这是搁较互人心生较无爱得到的福分。结论：咱是毋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？敬畏上帝，毋是只有伫做礼拜的时，嘛毋是只有伫你灵修、读圣经、祈祷的时，搁较是伫行出礼拜堂以后，搁较是祈祷煞开始做工课，面对人的时的态度。所以，敬畏的心是伫每一天日常的细节中来堆叠建立起来的。咱着爱时时警醒，互咱会通无趁歹人的计谋，无行罪人的道路，无坐窃盗者的人的位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、听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向你献上阿乐，因为你为阮准备遮尔啊多美好的祝福，你嘛意爱将你的福分赐予遐个听你受你诫命的，求你赐予我顺服的心，逐工喜乐来跟对你，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你同行，成做得到福气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。弯曲的心你要远离，弯曲的事你要躲避，义人的路好像晨曦，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